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一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啊，我同大家来分享好食咧，不过也好食咧，可能同大家想象嘅无共样。先问大家，你印象当中嘅客家料理是乜嘅样嘅？是乜嘅美食？係唔係一下嘅腦絲底度想到嘅就係油、鹹、香？應該是吧，大家應該都會按呢。不過今日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另外一種嘅想法，另外一種嘅理念係素食的客家，韓國啊加嘅啊全世界嘅理念落去，希望大家都也料理地度食到世界嘅客家。現在家都係乜嘢咯？家都都冇簡單哦，200入選到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米其林吧？哦，這個推薦餐廳都冇簡單，細細嘅來分享家到了。分享季風餐廳門順嘅也負責人 Ted 廖永軒分享。大家好，我係 Ted 廖永軒。好，歡迎 Ted 來到節目當中。那我一位咩共用係啊門順餐廳嘅負責人，我來分享 Phil 韓小剛分享。大家好，我係韓小剛 Phil。哦，當然想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我想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可能對 Ted 知道雙面以前有看過佢哦，因為在這個愛到離鄉變做一品菜，因為在節目哦有看過 Ted 展現家嘅這個料理的非常華麗的這些手法。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特別來同大家分享，係因為其實佢哋2023年有100呀選到，唔但像係米其林的推薦餐廳，還上了這個必比登的榜單，對不對？頭100上去這個必比登的榜單，所以大家都很關注，因為當年大家就等這個名單，想講去吃吃看啊，所以啊就等到你大天發啊，我就沒有入門啊，就我想去生養個客家傳統，但是大家好像突然覺得有點不一樣，對不對？跟大家分享一下。對，就一開始可能大部分人會以為我們是做傳統客家的蔬食或者傳統客家的菜，空肉啊，對啊，然後雞盤啊，然後客家小炒啊這些東西，然後所以當我們出現在這個榜單的時候，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哇，米其林很勇敢，是因為其實大部分台灣人對於蔬食跟客家這個連接其實是比較陌生的。對，我們光想這客家料理，俺不卡，我家俺爸爸賣豬牛賣豬肉，所以他最會煮的就是空牛。對，我從小放學在門口聞到空牛味道，我口水都要流出來了，就會覺得客家料理就是要跟肉有關係。所以大家一看到就是可能原本都想訂了嘛，想要吃空牛然後結果發現你們店裡面沒有呢。對，我們不止還沒有肉，我們就不使用任何動物性的食材，所以也沒有奶蛋，甚至還沒有麩質。好難哦！你知道客家料理就是要豬油啊，要豬油，沒錯，可以放個香蔥啊，對，就是要豬油才會有那個香氣啊。對啊，但是你們都沒有，所以我們都沒有。其實我們就會，對別人來說的話，這其實是好像一個很未知的味道。對於客家來說的話，可是對我們來說的話，我們其實是在裡面想要實驗一些客家跟蔬食是有可能的嗎？所以其實是實驗的感覺。對，一開始其實是實驗的感覺，因為畢竟在台灣，客家跟蔬食，而且我們還不是蔬食，我們還是 vegan，就是完全不用任何動物，沒有動物性的，沒有動物性食材。然後，所以基本上其實，在創作的過程中是很困難的。所以當我們在過程中的時候，一直去實驗說，我們到底想要讓客人吃到什麼？其實會做這麼大改變，其實也會是因為是去年疫情。這2年疫情的關係特別嚴重，然後我家人也一直在生病，然後我會覺得，那難道客家的飲食不能跟健康有一點關聯嗎？傳統上的客家飲食的東西，就是剛剛一開始有講嘛，油鹹香又油，那就有可能造成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又鹹可能就黑油脂腎臟的疾病，對不對？那香好像沒什麼問題，香沒有問題，所以香我們都保留的非常多，所以每一個菜色你還是可以用聞的，甚至看到這些香味是怎麼樣去表現。
所以我们其实把可以留下来的留下来，我们还是在从里面去理解哪些东西可以演化成新的客家菜。那对我来说，新的客家菜可能会是健康的，可能会是不伤害环境的，可能是环保的，可能是永续的，可能是跟全世界的饮食是有根据、有接轨的。所以我们找到几个比较接近的脉络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创造一个说，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客家的蔬食。来去说客家新的味道会是什么样？新的哈嘎，然后是跟蔬食的，用蔬食的方式来做新的客家料理。不过其实我知道，我素是睇的算已久诶，认识你很久了呀。按从那时间一开始睇的没实在，也不是一个吃素的人。但是后来渐渐的，可能因为不卡你的关系，你自己身体有感觉吗？因为2位现在都是吃蔬食，我还没，你还没有完全吃蔬食，但是也是比较常接触蔬食的食物了，因为通常他会吃素，那我会跟着他吃，一起吃，对，一起吃比较方便。有觉得有什么改变吗？身体的改变？我自己来说的话。其实是因为一开始是生病的关系，然后我们的客人本来就有一定的比例是吃素的，所以他们是跟吃肉的朋友来到我们店里，说我是吃素的，可不可以特别帮我？你陪我一起来吃一下。对，然后那我们就要帮这些素食的人特别准备一些餐点。所以当开始他们知道我生病的时候，就会说，你有没有试过植物的饮食？就是完全不吃动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改变。那我一开始当然我就是一个超爱吃肉的人嘛，就是无肉不欢的人，就每一餐我们都要吃肉。他赶你嘛？对，那我就会觉得，就觉得有可能嘛，然后我自己有可能这样嘛。然后他们就说，给你自己身体1个月的时间试试看。那如果你觉得没有用，你还是可以回到你原本的系统里面去找到你饮食有什么样可以改变。那我其实就用我自己身体试试看。其实我到第1个礼拜就有很明显的改变，就是你就觉得，我不再那么想要睡觉，不再这么想要疲累。然后最确的是1个月完的时候，我还是去到医院去验了数值嘛。那时候因为我的眼睛有问题，然后我肝肾很的功能很弱，就是那个指数都超高的。所以1个月后我进到医院重新验的时候，就那个数值很惊人的从几百、200、300掉到变20-30，那我就觉得那或许这个饮食就是适合我。或许我们在客家庄，我自己的爸爸、我自己的哥哥都是洗肾的患者。或许这中间真的客家饮食真的有一些关联，是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自己是厨师，我可以做改变的。对。但我相信虽然也还贴得起家给营养，但是少吃一点肉类，多增加一点这些蔬食的膳食纤维的摄取，听说还对身体有帮助。我们所有食物都尽量均衡的摄取，但是这样子是一个饮食的理念。但是我想要问一下 Phil，其实你的成长环境，你是在新加坡跟美国长大。对，所以我一直在讲 Phil 应该跟讲改个英文跟讲因为其实你比较习惯说英文，但其实你的妈妈是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对，那你以前也不觉得自己跟客家有什么关联？因为我在新加坡生，我们是使用英语对，而且是讲国语所以妈妈也都妈妈也没使用那个客家话跟我们沟通。然后我搬到台湾的时候，他就帮我去找，好像找你的家乡的感觉，找你的根的感觉。后来就认为我真的是客家人，真的是有比较会有比较勇敢，会开口说，所以我是客家人。真的，所以你以前还不太敢说自己是客家人。对，因为我爸爸是海南人。然后透过来到台湾，对，然后 Ted 带着你去寻找你自己的客家的认同的感觉。对。那食物上呢？比如说餐厅里面有没有一些食物，你以前小时候曾经吃过妈妈做的？有真的有一些好像那个控肉了，那个控肉梅干菜的那种。对。所以其实我知道客家的食材。
虽然对台湾来讲，我们有一个很传统的印象，可能是油咸香，有一些招牌的料理，但是你老亚在视角把它拉到世界，用点世界看，你可能都在请到有一些连结是台湾跟世界，我们都有这些元素，但是怎么样变化，它可以变得更健康，也还有讲含较过激发，也就是今日我同大家来分享嘅内容哦。所以客家嘅饮食含做的营养版嘅变化，先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中来再个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好，分享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係總演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客家嘅料理，唔過係你可能同樣嘅印象都冇共用嘅客家料理，因為佢係實在嘅，它是素食，然後家嘅傳統地度冇任何嘅豐富嘅食材到地度啊，上愛老愛用嘅觀念分享俾大家，因為大家也下可能因為沙飛大家都懂進步啊，就食到。太精致了，我们的饮食太精致了，可能大家身体就会有一点问题。就像我最近很努力在减肥，就是因为吃太多了，我们就吃太多身体不必要的负担。故说，做得去参考一下客家嘅东西，营养版做得来变康健。故说也就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嘅，特别有請到 Ted 跟 Phil 嚟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剛剛有講到，其實 Ted 想愛用天然的客家嘅食材，或者是天然的蔬食食材，但是保留家嘅香味来呈现在它的料理里面。那想要呈现的不仅是只有香味，整个感觉也是希望跟世界来连接。毕竟讲，唐贡牙的有一道料理是跟最近非常流行，就是战争的这个议题，其实这1-2年都是，甚至还有其他地方也在发生战争。那也把这个概念融入在你们的食物里面，希望同本太嘎一点点提醒，或者是给大家一点点概念。其实世界上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我们提供的料理、提供的菜单，其实会把我们自己关心的事情或在乎的事情放在餐桌，用食物来和大家说。那譬如像刚刚依晴讲的，就是那一道菜，其实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它跟战争有关系，然后我们用了客家的梅干菜跟马铃薯去做成内馅，然后外面的高丽菜我们用昆布还有黑盐去炖煮过后，包裹它，先油煎再炙烧。然后最后会提供一瓶烟雾，它是橡木的烟雾，会希望客人打开来的时候闻一下这个烟雾，然后开始吃这道菜。那这里面会用马铃薯的原因，也是因为在战争以前，乌克兰曾经是世界的3大马铃薯产区。所以，我们可能都觉得战争跟我们没关系，但是任何地方发生战争，它会影响世界上的粮食的分配，甚至食物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然后我们创造这个烟雾，也是因为，橡木是乌克兰最主要的经济木种，所以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所有树都会被烧光。所以我自己很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真的有一个客人是俄罗斯来的。然后他在吃这道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表情是很复杂的。但是一开始上菜的时候有告诉他，当然有讲这些啊，全部都有讲。你是怎么告诉他的？我是使用英语解释。那你可以 Phil 可以示范一次，因为我尽量帮你翻译。我一开始都知道他是俄罗斯来的，因为定位的时候你们会问客人，对，看他的名字嘛。对。那我觉得要慢慢开口，要小心一点。但看到了他的反应，我觉得还可以讲得出来。对，但他也是有一点同意啊，他也理解，因为他们也是因为战争就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对，然后在全世界就是各处去生活，因为他们回不去自己国家，他也不想回去了。那我觉得很多战争都有一些不得已，但是我想要用这个菜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我们不管选择吃什么、用什么，它都是可以去影响某个议题去发酵，甚至可以去影响我们自己的观点。那这道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很多
吃到菜会很感动的人，我觉得在这2个月，我发现很多都是香港人。有的香港人他闻到烟雾，他就说 ：“Ted，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因为这让我想到我当初在街头被丢烟雾弹的时候，被丢催泪瓦斯的时候，我闻到了那种感觉，我很想哭，因为我回不去香港了，因为你们都觉得战争跟你们没关系，但是我们只要选择一样事情错误，战争就在我们旁边。它可能是无形的，可能是有形的。”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想传达的，就是透过食物去告诉别人，世界其实都跟我们有关系。那客家也在这世界里面，我们怎么用客家的菜去说好我们自己的观点、故事，甚至吃进去，就是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在让大家去体验。哇，去两个传统吃饭，感觉是一个旅程，就是你可以体验很多种不同的事情，都得感受到好食的米食，都得感受到世界的米食，可以感受到你们料理的心意，有懂懂事情都得感受，这也是你们很想要让大家感受到的，包含因为还没有去过其他的传统，我一进去餐厅就是有那个氛围，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把他们气嘎熊会标的东西。不管他们合不合哦，就会放进去，但是异常的合哎，我觉得那就是把你们的特色放进去这个餐厅里面，尤其是像 Phil 其实自己在来餐厅之前，来做餐厅之前，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专业，是在做广告，对不对？对。那你也把这个才艺用在了餐厅里面，对不对？做影片。对，对我通常会跟他聊天，是说，我们可以使用我的一些 idea 去创造这种的故事，对，让大家比较可以接受，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所以不仅有东西可以吃，还可以透过影片来感受到对于食物这些厨师们对于食物的理念。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客家黑的主题，对不对？对。客家黑，Phil 是用什么想法来表达？我是从小了，这比较年轻，我比较年轻。有一个电影叫《沙丘》啊，但他重新拍了比较新的。对。然后我一直跟他讲，我说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影片，因为他的故事是非常很感动，而且他们的设计是非常漂亮，非常未来。对。他带他去看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那个买到那个票，对不对？因为他很坚持一定要看 IMAX， 台湾人每个台湾人都享受那个画面。对啊，然后来坐在很前面，超级前面，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们看了这个影片有一点灵感，对，但他也觉得是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 idea 去创造这个，因为它很叫什么创新啊，很新，因为一般人对于好吃的东西其实是会有鲜艳，色彩会缤纷，很 colorful 的感觉。那你要怎么会用黑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会自己也会很多声音嘛，很多的你知道。对或不对的问题，就是说黑这件事情真的可以放到餐厅，可以说好我们要说的事吗？但是我后来真的是因为他这么坚持要去看《沙丘》，我真的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看了3次。哇！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坚持，就是说。就他连小说都看，然后台词他都知道下一句要讲什么，而且我有读那个书就是有点夸张这样。然后我就真的很努力，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黑这件事情是跟美味这件事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可以塑造这个可能嘛？就像我们一直想做蔬食跟客家的关系，那我们就去找再挑战，对客家有哪些东西是黑色的食材。长豆干啊，我最喜欢黑萝卜干啊，然后福菜，然后梅干菜啊，咸菜糕，对，然后我们都是黑的，对，然后我们甚至把高丽菜干也去找黑色的，就是说它放一阵子，对，然后在南部晒的时候，那种屏东内埔晒的跟新竹晒的就会不一样，日照时间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把这一段加进去的时候，同时也考验说，原来可以这些啊，原来这些黑色食材可以在里面去扮演这么特别的味道组成。所以这个客家是不是就变成一个特色的一个菜单系列？对，后来我们就真的从这里面再找一些灵感去接续说这样，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玩的原因，是因为当很多人第一个我们所理解的美味是这样，所理解的好看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从里面去抓到一些创新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去找到客家新的味道？其实是从客家黑这个理念完全理解说，哦，原来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原来客家可以食材是可以这样进展成这种这么新的东西，然后客人吃的表情都会让我们觉得哇，我好好奇哦，真的要这样。长豆干到底要怎么行？我怎么想就是一方五味桶，然后煮排骨，我就煮鸡汤，对，它到底要怎么行？对。我们有一道汤，就是它完全不加任何调味料。它的概念是从东方美人茶的概念，就你喝东方美人茶的时候，你后面会回甘。对。那我就想要煮一锅汤，都是用植物，都是用我们刚才讲这些东西放在里面，可不可以每一个用日照的时间？有的萝卜干可能是日照3天。有的萝卜干可能是陈放了10年，然后长豆干可能是晒了7天，超干超黑的，然后跟新鲜的蔬菜在一锅汤里面去煮的时候，那个味道会不会变成回甘的味道？对，我们其实在做，最后就是一个回甘的味道。对，然后我们都叫那个叫美人汤，就是它没有加任何油脂，没有加任何的动物性食材，可是它当人家喝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想过汤可以这样，这么客家话，这么在，就是这么素，可是它却又暗后色，对，去回甘，而且你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但是原来长豆干原来的味道是这样甜甜的哦，因为它没有被其他动物性的食材干扰了它原本的味，它不是配角了，它不是配角，它突然间变成主角了，所以其实客家嘅传统嘅食材就係因為有動無腔嘅，我們講這真的是跟風土有關係，無腔嘅素菜，無腔嘅環境，整件就會有無腔用好食嘅美食。故事今日節目當中還有動物內容會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好，分享轉來復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 Ted 同 Phil 夾到嘅傳統，韓國夾到對於做呀食材嘅客家。其實我講食材好像也沒有很精準，真的就是講無通風嘅食材按用來做客家嘅料理。可能天使儀頭前觀眾朋友有啲人已經知道，好棒啊！我哋想要來聽看啊，我哋想要去食看啊。唔過時間冇到位，因為呢，這個 TED 嘅傳統對外開放到11月底，錯嘛？到11月底而已。然後如果要訂的話，咪會上架到嘅IG 啊，或者是 FB 啊，會可以連接到這個通訊軟體，就都得來預約定位，但是不確定還有沒有位置。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告一段落，為什麼呢？第一個也就是其實這個空間。很奇妙的原因也是因為那時候拍攝節目突然停了嘛，就是因為疫情對呀。那我們總不可能兩個都不做事情吧？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想說，那或許我們找一個空間，其實很自私的，就是說透過空間，我們可不可以更認識自己？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再去找尋客家這個裡面，好像自己客家話不太會講，然後自己又跟自己的家鄉有一點距離。所以透過這個空間裡面的時候，我們會覺得我們用我們自己最擅長的事情，先去找回自己。那我們倆都是客家人，但是我們可不可以透過空間更勇敢的跟每個人講說，我是客家人，我在做什麼事情，然後我們在做這一個新的事情的時候，能不能可以去讓更多人去影響他們？所以當這個其實也是因為剛好租約到期了，
然后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想把从食物里面去进展到客家的生活。但是什么是客家生活呢？对我来说，每天我妈妈还在腌制、酿造这些东西，然后常常回去苗栗就会回去新竹看柿饼，然后回去苗栗就是跟着他们去采茶或干嘛，会觉得我想要把客人带到更深入的体验，从吃一顿饭里面到达变成可以跟我们住2天3天，可以从食物里面去了解这些食物从哪里来的，可以跟更多的客家的农夫农友去合作，甚至可以让他们去采红枣，可能很多人没看过红枣是在树上的，它怎么变成红枣干，然后或者是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东方美人茶是怎么来的。我们想要把大家从吃一顿饭里面带到更深入的体验，理解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认识的客家，可能大家都没有知道樟树跟客家有这么大的连结。那我们能不能一起去走一个樟之细路，来告诉他我的阿公就是开脑疗的。我不知道对，就是我们从小我们家里是在一个全部都是樟树的环境长大，然后我都觉得，但我爸爸那一代就是他们可能对这些文化并没有那么的深刻的理解，所以在他那一代就不见了。那我都会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可惜，就是如果我还能够遇到我的阿公在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这个脑疗可以留下来，去告诉大家说，你每次去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叫12寮的时候，它就是因为这里以前就是樟脑寮。对，我都唔知呢。然后我就觉得，我从小生长环境是真的都是樟树，那我想要把这些我从小的生活的体验，甚至很独特的气味跟饮食跟这种东西全部连起成一块。对啊，那当然希望未来可以找到这样的场域，那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把客家的生活说得更透彻。对，所以这个是汉衣铺跟鬼发，也还一开始他们只是一个段落就已经获得了这个必比登的推荐，给汉衣铺就很看唔定会发生样板嘅无穷用咯。唔过除咗亚太港做的主文可以预约到11月底以外，其实是应该喊 TPA 有攀的一类闭幕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我刚刚在听他讲关于这一些食物跟物产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一兄正都给我是我们去拍我把旅行变成一道菜的时候那种感觉，去体验一个当地，然后最后做出用当地的物产、当地的生活做出一品料理，那种感受是你黑讲你没去吃过，你真以为感受唔到，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但这一次闭幕活动是不是给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对，就是这个节目其实影响我很多嘛，也包括我们最后菜色在店内里面的呈现，甚至味道上，其实都会跟这个节目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希望在最后1个月的时候，能够把这件事情有机会让顾客可以一起来参与。好棒哦！对，所以我们就结合了一个艺术家的朋友，也是那时候我们在拍第1集的时候，对，在马来西亚，对，就是这个阿丽，他是一个艺术家，对，然后他现在就在马来西亚在做一个餐桌的活动，叫做 Nowhere。这是他在马来西亚已经有在举行的活动了。对，这个活动其实以前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柏林就已经在开始，它是一个艺术的餐桌的活动。到他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他把这一件事情带回马来西亚，在吉隆坡里面一直持续的办。然后他很奇怪的模式是，你要收钱哦，我要收钱，但是我需要你从家里的冰箱带一样食材，但是你必须带来现场的时候，我们透过一个艺术家，他分享他自己的作品的时候，这些厨师要即兴的把这些食材发挥成3道料理，端上餐桌。所以第一个未知的因素是艺术家的创作，你未知；第2个未知是食材，你不知道太嘎对于本熊低度呆嘛该东西了哎。然后第3个是你要怎么组合这些东西端到餐桌，让这些付钱的来还能有感觉感动。你是要在闭幕整死自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这个空间很想实验的事情。
那我一直觉得，我们想把客家这件事情去扭转成更新的，甚至让更多年轻人更自豪自己是客家人。那透过跟艺术的结合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把自己在意的观点、在意的事情去说得更完整。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一个阶段性的闭幕很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要透过餐桌上的活动，再结合好朋友，再结合他的影像啊、视觉、声音的设计里面，再透过我自己可以很完整的在复习以前拍摄的这8段的刺激里面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可以玩出一种下一个阶段可以干嘛这样，对啊，好勇于挑战哦！这个不要用客家音拍手，非常的不简单。但是呢，哎呀，节目嘅亲密哦，福气片里底还有我家唱特同大家来分享一下简单的蔬食客家料理。黑工地府卡恩用满了七嘎粥，我觉得这一道我有吃过，我也很喜欢，对不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一道其实是结合我们2个人从哪里来，就是汤圆的自由式。它的概念是从台湾客家的咸汤圆跟马来西亚有一个客家菜叫蒜盘子。所以Phil小时候有吃过蒜盘子吗？有啊。但他在来台湾以前，他没有吃过咸的汤圆。对，就像我们这种汤的咸汤圆。对，他没有，他只有吃过甜的汤圆。因为通常是甜点。对啊，东南亚都是甜点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环岛过程中，我们去了北埔的时候，他吃到咸的汤圆的时候，他第一句是说：“什么？这是什么？”然后我更有怀疑是说啊，这就是我你竟然不知道，就从小都吃咸的汤圆啊，然后这就是我的生活日常啊。对。然后他才说，我妈妈是客家人。我想说，从来没有说过。对，我说你妈妈是客家人，怎么这件事从来不知道？对。所以他吃到了那个食物，才觉得说，我好像。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说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才用2个人的身份去创造一个新的菜。然后这一道菜其实从我们一开始，甚至荤食的时候就一直提供，到现在变成蔬食 vegan 的版本都一直提供。对。然后它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可以大家在家自己做，因为它可以促进大家的感情，因为你弄板烟，就是它很多动作，对。然后甚至他有人在炒料的时候，有人在分工合作的时候，他其实，在厨房里面有一种很有趣的模式，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客家，环境很客家，画面很客家，对。然后我一直觉得汤圆对我来说，就是从小到大，我一直会挑那个里面不同颜色，你知道吗？小时候会粉色呀，粉色就是反瓜，对不对？崩扑。对，然后我就会把它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总想要吃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长大的时候，我们开始忘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创造这个新的菜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在家可以自己做。对，所以就是简单的扮演去给它做出来，因为东东妈妈都会做扮演呐。炒料也没同样颜色同的扮演差不多，但是这是干的。对，这是干的。对，然后我觉得干的汤圆更不一样，是我自己很喜欢吃的原因，就看我们那时候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会吃到什么蒜盘子啊、炒粿条啊这种感觉，然后 mix 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世界的客家的味道。迄讲大家付唔菜炒起来嘅饭冇关系，付起来嘅面数我不用相片，我不用食谱问大家看。故说同大家来分享这同 Phil 家的世界嘅客家，还有蔬食的客家，用很较konkr嘅方式来认识客家传统嘅色彩。故说今日也非常什么特同 Phil 嘅分享，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没什么，天时一条前观众朋友嘅实况，记得要去关注特同 Phil 家的门顺季风餐厅嘅粉丝专业，先休息一下，等下才能欣赏更好嚟做运动哦。节目好看冇啊？好看福起來嘅天時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起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